作者簽 DJAX 故事夢幻島千版 0.1 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36集。關於夢幻島創造神機有不同的版本，或有不同神界有入股共同編寫研發出不同開發者版本。當然你們可以選擇你們在神界底網收集的情報，在特定不同版本開發者的夢幻島創造神機官方網站購買。當然這些夢幻島創造神界是有流通假版的，你們要用專業證或考古識別的分析技術去評審是否購買正確的夢幻島創造神機，因為是天價的夢幻島創造神機的價錢，一經購買假版給騙徒騙錢了，你們是很難追究的。最好是有大量數據去評級或評審正判斷這些夢幻島創造神界的型號款式。當想選擇購買時，一定要知道真或假的版本，因為有很多是騙徒設計出來的假網站。最好在特定的官方網站或暗網或底網或深海網查清楚這些來歷。最好在大公司的公開官方網站購買有安全的售後服務和有壞換機證，還有維修服務。如果亂購買，可能是得不到想要的設計效果。最好支持正版。